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在佛教经常有听缘生缘灭的道理，缘如果成熟了，它就出现；缘如果尽了，缘就消失了，就离开了，灭掉了。这是诸佛菩萨一再提醒我们要具备的一种重要观念。那么我们就提出一个公案给各位参考。一休和尚9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师父要出门去，吩咐大家要好好在寺庙里看守，要好好用功。当时一休还是一个小孩，在大殿里面待不住了，就跑去找他的师兄。他在方丈室找到师兄了，却看到比他大2岁的师兄正在哭着了。一休就问了：“师兄，你哭什么啊？”这个师兄回答说：“不得了了啦，我惹了大祸了。”一休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是学禅的人啊，不能哭啊。”这个师兄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这个柜子里面有师父最喜欢的东西，他平时背着，我们拿出来看看，自己欣赏，就是不让我看。今天师父出门去了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我一打开啊，看见原来是个瓷器啦，我就把它拿在手里玩一玩。不料呢，一下子给摔了。这一回不得了了，师父一回来，我准没办法过日子了，我真的要死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休和尚就说：“哎呀，你别哭了，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，算是我摔的了，算是你摔的，那我怎么报答你呢？这样吧，师父本来让我看方丈室，并带了一些馒头给我，我都给你吃。”师兄就这么说道。2个人就这么说好，馒头就归一休和尚吃，瓶子算一休和尚摔的。于是一休就把摔坏的瓷器用纸包在一块，放在口袋里。师父回来的时候就问了：“一休啊，你有没有在用功吗？”这个时候一休回答说：“啊，我一整天都在大殿参禅呐，我在参一个问题，参得非常专心。”师父就问：“你参什么问题啊？”一休说：“我是在参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是不会死的，有没有啊？”师父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傻徒弟啊，哪有一个人是不死的？一切都是无常啊，哪里有一个人能不死的呢？”一休就说：“这样啊，师父，人都是要死的，通通都是无常的，没有人不会死。那么东西呢，有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长存的呢？”师父回答说：“一样啊，无情的东西也是无常啊，总是要坏的。因缘成熟了就有，因缘散了就坏掉了。”一休和尚说：“哦，真是这样啊。那如果我们心爱的东西坏了的话，我们也不应该伤心，是不是啊？”师父说：“对啊，缘散就坏了嘛，自己心爱的东西缘散了就没有了嘛。”一休和尚就说了：“师父，我这里有一个缘散就坏了的东西啊。”于是一休就把口袋里的那一包碎瓷片交给师父了。师父接到以后就没有发脾气了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故事公案。若不是在这样问答的情况下，师父肯定要大发脾气啊。所以遇到烦恼，你要正念当头，思想要明确，就可以不动无明啊，没有脾气可发。一个人不是非发脾气不可，就看你有没有正念了。通过这样一个公案，让我们体会到世间一切都是无常，都是苦的，都是空的，没有一样事情是永远常驻、真实存在的，是完全纯乐无苦的，没有。所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把它看成像肥皂泡泡一样，虽然五颜六色，十分好看，其实啊，正当它出现的时候，就没有实际上的本质，当体就是空的。因此，当它破灭的时候呢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心的了。当得到它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欢喜的，更不值得我们去追求。无常经里佛陀说啊，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，世间的一切都是如此。
这是我们学佛第一个应该具备的信念，证明说外在都是希望不实的，没有办法固定长久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归精进的念佛，发愿西方去成就道业，这个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学佛目的。希望将这个公案原生原昧的道理来提醒大家，我们彼此互相来鼓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